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嘛到嘉义县探访到百岁人瑞，其中住伫咧水上乡的黄德成老先生，高龄107岁，身体还阁真勇健，热心服务乡里，做林长超过40档。老先生看到总统是比大母母来学落着总统，顾台湾做甲真好。访地好总统蔡英文。阮政府来做好，才讲完。才讲完，我也不得到。107岁黄德成老先生身体真勇健，讲听水泡茶完全无问题。中央这边到总统蔡英文专工到嘉义县水上乡去看黄德成这位百岁人士，伊热心服务乡里做林长已经有40年啊，伊学到蔡英文一直讲顾台湾就对啊。一定爱顾的啊！嘉义县超过100岁人数，今年超过100人，一直到9月底，嘉义县老人的比例已经到20.17%，是全台湾上悬的。住伫嘉义县六卡李丹娘多满100岁，知影总统要来，真欢喜。总统来，你有欢喜无啦？有啦，啊，你有欢迎哦。有啦。 100岁啊，精神阁真好，人老心无老，子孙拢陪伴伫身躯边啊，心情快活，这才是长寿寿的秘诀。